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天气真热，讲若是来台北这间早餐店食早顿吹冷气，至少都爱甲因消费着80块，而且只会当食40分钟。24节气已经过夏至，天气是愈来愈热。气象署讲，今仔日也毋是上热的哦，讲南部明仔载会搁较热，可能会飙破到37度。 马铃薯饼伫咧煎台顶哔哔叫，过来一粒2包，开始一天的早顿。不过，这间早餐店想要伫咧内底食早顿吹冷气有条件。店家的广告早时7点到下晡1点半，上少就要开80块，才会当伫内底食40分钟，价格是延长1点钟。若是有炸外口的食食，逐项就要收20块。 那时间很简单吧？现在物价那么高，随便点1、2个都超过。还蛮合理的因为他们可能是怕有人就只有点1杯饮料，点40块钱的餐，坐下来待1个小时至2个小时，电价调整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。关不了起价嘛是主因，不过关键也是热天的电费贵松松，天气愈来愈热，全台变做航寒季，今仔日可能也讲唔是上高温。到了26号礼拜3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高压势力有逐渐增强的状况。我们预计26到27号会是整体高压势力比较强的时间。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今仔日高压的中线伫咧台湾东边，即时会吹南风。伫咧北方边的中部甲北部内陆地区，气温就会升悬。26号了后，高压中线往北，伫咧台湾以北的位置会吹东南风，换作南部的气温升悬。南部地区明天的温度呢，可能会比今天再更高一些，我们不排除有36、37度的温度出现了。气象署表示，逐年夏至了后，天气开始烧热，今年甲英国相比，目前时间甲气温拢无各样。气象专家林德军嘛观察到，今年6月到10月平均的气温是明显比气候的平均搁较悬，增加的天度可能会到0.5到1度之间。提醒大家，今年热天毋但是热，而且搁真长。另外，这几天下晡原来嘛是有西北雨，提醒民众出门就要会记得加啉水，做好热日的准备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